续来看，这是指挥中心的新政策。这个5岁到11岁的囡仔，自第2剂预防射时间为12个礼拜缩短到4到8礼拜。顶回是5月22开始来做儿童的 BNT， 到今仔日拄好满4礼拜。所以今仔日北中南部拢有县市伫咧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帮囡仔来做第2剂。到目前为止，有做第1剂 BNT 的囡仔总共是78万人。第2剂咧，以新北市森林国小来讲，同意做第2剂的人数超过一半。若下讲这个台南市的卫生所，今仔日来做第2剂的囡仔，比第1剂减真多。甲手害害咧，学生上体育课春轮筋骨练体力，希望病毒莫活过来。同一个时间内，伫咧体育馆，囡仔必手做第2剂预防针。就算有经验，嘛是有囡仔惊甲大声吼。国小1年的陈小弟颠倒打真在，做完刚感觉手骨头酸酸。今天是打 BNT， 打之前会紧张吗？不会，会有一点刺的。知道说哦，原来打疫苗其实是对身体有健康的事情，所以事先还是有跟博士做过一个沟通。指挥中心宣布5岁到11岁有囡仔做第2剂预防针人时间，为12礼拜缩短变4礼拜到8礼拜，为5月22号开始做，经过1个月，拢总78万的囡仔做第1剂 BNT， 进前剩的55万剂，加上9岁50万剂，拢总105万剂 BNT 预防针配合电源，疫苗库存也算有够。今日开始，包括新北、台南的先开始做，亲像新北市的新南国小，全校1003学生，有534个人同意注射，其中刚有46个人做莫德纳，剩488个囡仔拢选择做 BNT。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一个家长的一个意愿那一般家长其实有一些还是对疫苗还是会有一些的一个疑虑，所以有一些会选择不打，施打的一个比例还算是高。同款伫咧22号开始做的台南，来卫生所做第2剂的人比过去做第1剂的人更加少。那很多同学都确诊，我想说赶快打一打，比较安心一点。囡仔注射拢辛苦啊，希望2剂预防针保护力会让保庇恁健康大汉。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